那就看到太阳光圈有红色的，戴太阳眼镜比较容易看得到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晴空。天晴。然后有云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看有云的样子就不一样了。云就水汽造成的，气候又要变化了。今天那么热哈，然后说又要慢慢的变冷了哦。很特殊的云。